伫咧台南仁德三亚溪边啊，有2间75年历史的，而且是日本时代军事炸弹的仓库。去年台南市文资处会勘评估了后，按算要列册追踪，想不到最近却去互人拼真侪粪扫伫遐，而且仓库附近长咧时间害地基拢绑起啊，当地文书人士也拢真烦恼。你把内底看卖啊，这涂骹拢粪扫。 伫三亚溪边仔，即座日军放炸弹的三角形库房，即马亲像一个粪扫堆。其实伫台湾哦，做者即款日本时代留落来物件，迄若无整理，差不多拢是变做仓库啊，无就是粪扫。 宋德伟因为对二战遗迹有兴趣来遮参观，想袂到发现现场互人乌白蛋粪扫。即个日本时代的军事炸弹的库房，其实有75年的历史，规个建筑真完整，嘛真罕见。行过来这边的，你会使看到这顶悬，而且拢有狗啊。哦，伊这狗啊，听在地这文史工作者因讲，这是咧搞一寡较早战争的时阵鱼雷，啊个炸弹。 毋过，即马遮亲像粪扫堆，外口挖进三亚溪的所在，地基已经放弃。另外一间日军仓库亲像废土，佮用塑胶篷布盖起来。去年当地民众发现边仔整治工程破坏建筑，要求爱保留这2个日军的库房。台南市文资处会勘了后，决定要列册追踪。小弹药库下骹拢去掏空，已经要落落去啊吼，阮叫做烦恼，希望讲这2个弹药库吼，以及咱台南的所在地区吼，有足侪其他的军事设施、军事遗产吼，会咱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啊，若有机会吼，能够及早把它列入文资保存。 文书人士毋望台南市府脚步较紧，文资处表示，因会要求施工单位处理帮头的问题。目前这个案佫要调查较完整的资料，才会当上审议会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